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是安尼讲：好话一句哪算少，屁话一句哪毒药。会当讲是讲歹听话，互人头壳疼，亲像是毒药共款，会去伤到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屁，兼屁的屁，读好意屁。第二条，古早台语字典解释屁的意思是头壳疼、头壳晕。也毋过咱现代教育部台语字典照用这字，解释做是空喙打气了后。正做疤，咱讲是健脾，嘛会当形容物件，因为伤过焦失去水分，正做薄薄一块一块，像咱讲鼎屁、饭屁。屁嘛会当形容物件足细，像讲囡仔屁，抑个螺仔骹有确定的部位用来保护伊家己，叫做螺仔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同齐来看到，就是健脾，这个意思就是空喙打气了后变做定定一块。第二个词读做囡仔屁，也就是囡仔，也毋过一般咱讲囡仔屁有看轻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囡仔人跳过沟食三凹，囡仔屁爱撞来撞去，不离免就去弄一个有空喙，不离过一粒就会健脾随好利，明仔载继续试过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